俗语讲了好。你会使拍较紧的嘛？哎呀，等一下啦，你嘛互我算看，莫有够大无啦？哦，毋是啊，你赢叫的人，莫有输叫的人，迄个去个拍牌嘛。你看人这注意嘛。啊，今仔日捌赢过半摆，人今仔拍牌足轻松啊点。哦，唔系你讲我袂晓拍，我是规恁咧拍呢尔。较紧的啦，咱你。莫吵，大家拍麻将放较轻松的，莫着急啦。大东我来，互伊休息啦。啊，你是较紧的啦。轻松，你嘛较紧。输叫你共吹点着，输叫较有风度的吼，是毋是安尼？你讲你是今仔赢叫，你叫安尼讲，你较臭屁起来，拜托，讲一句较粗嘞，哦，对你凭你这个面相哦，我讲你摆品标较歹咧，莫你莫臭屁啦。人阮无机会通去做什么摆品，阮都一直赢歹势。听袂落，你嘛较紧嘞，你嘛较慢慢来吼。好了，我讲一句啊啦，吼，我著摆伤水，唔知要拍第一支安尼啦。你要笑着哦。嘿啦，好啦，好，你拍一支互我吃，吼，红豆一个嘛。好啦，白板啦。哦，赞啦！我的恁老师，恁老师无爱来上课哈。你考虑遮久拍一支白板出来，哎，就是白呢。哎，大牌都搁想哦，你妈妈呢？哈，你是惊人教的哦？教啊，惊教啊。你要甲你教啥？教单调哟。哦，我甲你这样讲，我真正会气死咧。当。哦，安尼哦，来，来。有啦，厨房啊啦，安怎？这是免哪演啊？安尼，安尼，你啊看。砰！碰对是机啊！我先讲，我先断了，我会啊，对唔对？你是捌遇过麻将？我啥先教哎，对，不，有白人来啊。我头大只学的，你对唔对？你啥先教你？是你碰哎。这里讲吼，哎，这是个微笑的。哦，你这张安全帽水哦，你是电偌济啊？哎，是白人啦。唔是啦，我是来看医生的啦，我唔是来拍麻将的啦。来，你也说，你不了解啦吼。阮这为着这诊所品质啊，特别安尼3个医生啊，斗阵来会诊。天下文静。哎呐，安尼来着，安尼摆这别间便宜无哟。哦，你讲真啊，无加钱，无加钱哦嘿。我头一摆看病有3个医生要斗阵来甲我看的。哦，你这嘛足功你夫的。这部这大部是昨暗甲恁翁相拍输吼。哎呀，唔是啦，是我吼。我就想讲你拢拍赢对唔嘿？我无拍呀，是我去迄个溪边遐，无我去遐放了。放招？对啊，我就放到一半，啊，就有迄虎头芳诶。虎头芳？嘿，对，一直安尼甲我顶到我的头安真歪歪，真甲低头皮诶。哦。但是你若去放着虎头芳来，应该唔是顶着遮，应该是顶着遮应该。我较紧甲裤穿起来。伊迄个足轻松。赶紧挡起来，嘿，安尼较会付嘿。我定着足歹医呢。顶下迄个患者你会记无？哦，顶下迄个患者。花去叫会医生迄个啊。哦，有。伊嘛是去暗，嘛是去放尿啊，看到树仔空就拄入去啊，内底捧出来甲定落，迄毋则是，伊这无讲伊定着头啦。顶着头。嘿啦，对啊。我讲来，这简单，你蒙3支牌我看。来，你请坐啦。 3支牌。无这4万。你蒙3支4万啦。 12万。12万啦，12万是。你敢真正有炸12万来？无啦。 12万对碰过的经营吼是无什么影响啦，嘿。12万尔是要创啥？你若炸120万来，12万可能。12万可能会当加是些阿嬷。这12万毋是解说做12加1加2啦，所以1加2这加起来是真简单，你这病情真简单。第一项就是行去柜台。 第2项就是摕药啊，所以1加2就是关喺柜台摕药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。哦，原来是要安尼啊。安尼有赞嘛？就简单啦，摕药就好。头前遐吼去摕药啊，迄边去。来，继续。妈咧，黑白讲，你黑白讲，12万是要创啥对无？来，救人啊！医生啊，吼，甲阮水某解救一个啦。哦，了解。哦。哎呦，啊，你买菜市啊买菜？你嘛是咧卖菜？你敢知？
病人较要紧啦。无啦，我无啦。来，阮三个医生甲联合问诊，吼。对，安尼哦。哦，恁咧拍牌哦？嘿啊嘿啊。啊是某，你等者，我先拍一撮啊。唔知。哦，无，你看着阮水某的啦。联合文诊哦。你咩？干嘛呢？嘿啦。医生哦，你今日给我看者，我的心脏足痛的啦，敢若都要停去啊！这个情形吼，我看面色无啥改变，无流血汗，无白血少，所以无啥问题，应该煮一下就好啊。煮一下，煮一档啊就好，都一档。煮一档啊！咱呢足久啊，无人煮下过啊。咱冇八五点钟啊。系啊，咱三我看像较准，什么人给你做好无？好不？好不？我跟你讲。阮吼，阮先去迄个拍布内底社会表比赛，看写着吼，再来甲你处理，安尼好。你是蛋姐，你是蛋姐，已经处理。这是为着恁某的身体安尼哦，好啦，我们赶紧甲阮处理啦。你先买菜不要紧，起码给阮处理了。喂，你打啦，喂。好啦，写了啦。写了。这大档吼，应该是写有肉的所在啦。哦，上这肉的所在。我低头吧，遐来。剃头，我先啦哈。好，来。偶像。委婉，你这边在练习。差不多。安尼买好，来看我的来。好。两无啦，你这个无甲两棍嘛，这卡针头啦，卡针头啦，啊，你嘛是会使啦。嘿啦，什么人是规定讲一定要住家的，对不对？即马新时代医术吼已经有改良啊。哎呦，卡针头吼做了吼，伊个确定吼效果更较好。哎呦，好来，不会啊，你这个医生敢若袂歹哦。来，卡针头来，我甲因解释者哈。我甲你讲吼，这医生啊，无简单。你无听到就对啦。哦，我无听到。无你去啊啦。这医生吼，本院特别请来。哇！伊本来精神高的。你讲我？这拢通用的吼。哎，这是足准的啊，所以你嘛拍个好无？放心啦，这个厉害啦。哎，拍个吼，你手安尼炸掉嘿。啊，免啊借位，无要借位嘿，不会借位直接啦。借位。好。那各位啊，咱去看病店都有这款的医生哦。你三个两公的，三个两公医生，安尼黑白忽，咱黑白动安尼，咱来开车都着三宝共款哦，安尼系列的安尼。来，这款的情形呢，有两句俗语当形容。第一句叫做半暝出事，半暝出事。第二句叫做半暝看天。我来拍一波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来，我要看麦哦。对。到底是第一句半暝出事，还是半暝看天？来，暂时第一句请举手。两边。两位。第一先是你即摆意思是？你想啦，无时间通去想。半暝看天吼。来，刚来我这边来，恁两个拣的是叫做半暝出事，所以恁这边唔免考虑啊啦，一定是拣半暝看天。来，半暝出事的意思是？我是咧摇，我无确定，是讲迄时辰哦，毋是有字什么子时，朱子云茂新语五味，新语说害死。害死，半暝害死。对，害死。人。哦。害死人。半暝出事的害死人。哎呦，是安尼吗？是安尼哦。我唔知啊，迄害死无唔对。是咧害。哎呦，害死人。新语说害，好，恁这边拣半暝看天。哎呦。半暝看天就是乌妈嘛，乌妈嘛，啥无啦，看拢无，对，看拢无，唔知咧创啥，你看拢无。虽然看拢无，但是呢，你若或者我平康尿尿者。注
拄着你的鼻孔。现代新衣呢吼，乌白衣嘛有法度医会好啦。好来，请回吼。所以你别意思是讲乌白看无，看无乌白粉，乌白粉，来分哪会？来，老师请解答。第一句吼，头啱啱解释啊真好，咱有天干地支嘛，甲伊边顶木记金生灵鬼，吼，迄是天干啊，地支是主跳金嘛，辛巳午未辛酉戌亥，所以亥时就是下9点到11点，所以半暝出世就是亥时的人，亥时人叫亥时人，会算个起来话啦。啊，另外半暝看天，半暝天还袂光，啊，你半暝去看天吼。无光啊，无亮啊，无亮啊，就讲无亮。迄字有2个音，诸葛亮、诸葛亮还是亮，毋过另外一个音是亮。亮，你半暝看天无亮，无亮，鸡仔长，鸟仔大，所以你这样做无亮的。你这样无亮。所以若讲鸟仔看起来，这3个袂输迄种就赤卡身啊，伊讲走鸡仔身哦，后人看病安尼用的，迄笑有够含的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啥？半暝出世，半暝出世，啱解说啊真好。高，你顶礼拜有来啊？这种唔知，这种固定的啦。刚才你无来过呢啦。你等下题目后礼拜题目互我看。好，啊，人拍跑，我拍这里。